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烫北体，台语安尼写，烫北体。有诶地头讲烫北体，烫北体。顶半身烫光光无穿衫，打赤膊，台语讲烫北体。我会记得以早热天诶暗暝，阿公拢会烫北体，举开伞，坐伫咧头前埕，热风纳凉，纳凉乘凉，热风扇风，开伞扇子。较早无冷气，拢嘛是安尼，烫北体，举开伞，望热风，望纳凉。烫北体烫，烫衫烫裤，脱衣服脱裤子，烫皮脱皮。把东西转让给别人，台语嘛讲烫。像讲旧车转让给别人，台语就是旧车去烫人。那一间面店要转让给别人，迄间面店啊要烫人。转让的台语除了讲烫，嘛会当讲让渡，或者是拍互人。头家有会咯，30年的老店要让渡要拍互人咯。今仔日的台语字烫北体。烫北体实在真趣味。